央企旗下嘅設計院，一個設計師連續3年考核都合格，但係咧就冇得續約，遭到咗所謂嘅末位淘汰。一怒之下反台，怒抽2個辦公室嘅主任，打人係真係唔啱，影響太壞啦，仲要一個抽2個添。你話萬一唔夠打咁點辦？我唔怕，就算殺咗一個我，仲有千萬個我。我嘅意思係，2個主任如果因為長期喺辦公室沖功夫茶，經常臨落班組織大家開會，簡單講2句，持續2個鐘頭，長期對業務唔熟悉，又中意指手畫腳，出差業務交流商務飯局過多，而導致3支高平時習慣邀功卸膊，身體機能不足以應對呢種突發狀況，點樣辦？設計師冇咗份工咧，可能都只係影響佢一個家庭啫，佢仲可以去送外賣，去開專車啊！換轉係2個主任，你叫佢哋可以做啲咩啊？一啲人性關懷都冇嘅你啊！設計院少咗個真係做得嘢嘅設計師，又關呢2個主任咩事？但係2個主任如果俾你爆咗頭，萬一佢帶薪住院加恢復1年半載，你故意出錯，同我整瓜佢，我俾撚錢。講笑講笑。但係設計院依然可以正常運作，一唔覺意仲扭虧為盈，業務量增加，仲要外包項目，又要揾翻呢個相熟嘅設計師，你叫2個主任情何以堪？你覺得我咁樣講嘢好荒唐啊？荒唐得過，本嚟就應該第一時間被末位淘汰嘅人，仲有權限去設定一個末位淘汰嘅機制嚟淘汰你？呢個世界有人用有限嘅生命投入到無限嘅事業當中，有人就用有限嘅權力最大限度咁樣去為難其他人。呢個設計師佢未必係唔識人情世故啊，但係你當我馬騮咁冇咗3年，仲要淘汰我？臨走前淨係同你切出2下拳腳，2個主任你應該感恩先啱。在其位你自己知自己事啦。我見過有啲人呢係真係做得出嘅，橫掂都唔使返工啦，下半世就咩都唔做，無償熱心咁幫2個主任搜集任內豐功偉績。至於最後係送上去定係送入去，就真係不得而知啦。點讚你性能樣。